今日促進下澳門嘅經濟，留澳消費。今次飲茶嘅呢間酒樓，點心嘅款式都好多㗎，價錢都算公道。而家喺澳門做餐飲真係唔容易㗎。澳門本身嘅競爭又多，又有好多人澳車北上消費，所以為咗加強競爭力，除咗要提高食物嘅質素，仲要加一啲賣點。好似呢一間，佢加插咗一啲表演。接落嚟有請我哋嘅變臉大師為大家表演。你睇下，連變臉都出埋啊！真係生意難做啊！表演得都好精彩㗎。呢個哥哥表演完變臉就即刻返入去換衫，準備下一個演出。見到佢好快出返嚟，為飲茶嘅小朋友扭氣球，真係出盡渾身解數。所以我哋作為消費者，只要食品質素好，再配合埋政府一連串嘅促消費計劃，唔同嘅地方都幫襯下，咁就大家都有生意做啦。